海军陆战队一个中士甲朋友到高雄 KTV 来唱歌，酒后情绪失控，甲人包厢内底倒规茶门弄害。这警方到场，佮飙垃圾话来呛警察，最后互制服移送法办。这个代志传回到海陆单位，即卖当咧讨论，是毋是要甲态度提前甲退伍？ 有人伫咧闹代志，警察准备甲这个规身躯臭酒味的查甫人压上去。你在干什么？崔弟妹态度真歹，因为无想要配合，警察随家拍过，压伫咧涂骹。叫你放手哦！两边 QQ 热闹，警察随冲过来斗相共压制。而且你会后悔。 代志就发生伫咧高雄左营这间 KTV， 醒过查甫人和朋友欢喜饮酒，业者尾后发现包厢内底拄仔的门板互拆掉，遂报警处理。警察来到现场了后调查，发现这个闹代志醒过查甫人，佫是一个海军陆战队的水鬼啊。之后由我们快打部队赶到现场支援，将该名男子逮捕上铐，依妨碍公务侦办。 为着互因有作战的能力，海军陆战队水鬼仔部队通过模拟真严格训练。这个醒过中士真无简单通过这个训练，所以因为啉酒闹事，妨以妨害公务罪移送法办。海军陆战队嘛强调，这种无品的人会提早退伍。